話晒咁耐冇食自助餐，今日一場嚟到，梗係要拆餐勁㗎啦。但係食得多又驚我健碩嘅身形走樣喎，所以今日開餐之前我食咗呢一樣嘢，就係 Klokat 懶人鹽卡啫喱。佢有吸油海綿技術，超強吸附力喺腸道中將澱粉、油脂、糖分包住排出體外，唔會影響食物中嘅營養吸收。Klokat 內含美國專利白腎豆萃取，餐前食一條可以阻隔66% 澱粉吸收，同時促進甜食類產品代謝，減少脂肪堆積。以1000卡路里為例，食咗佢就可以阻隔到600幾卡，等於慢跑個半鐘頭。你話食自助餐放題冇咗佢點得啊？最近都有第三方檢測機構報導 ，Klokat 可以抑制升糖達到70%，更獲評級為最安全等級。Klokat 係 berries 味道，可以就咁當零食食用。